早晨，今日小編介紹望下超精神的電梯樓租盤，高層特色單位，可遇不可求，近1200尺，2房2廁，全屋有窗，有需要可改3房。超級走馬露台，跟住小編鏡頭一鏡到底探過究竟。我哋入去望一望其他位置。明窗客廁，現在戶型係2房2廁，呢個係個套房。廚房都超級大。尋找緊好租客，有意聯繫小編，備時即睇。謝謝關注。